心别人，到尾啊有买到自己的心灵。有影就对，你送花互人，甲人去香水，家己会芳袂？一定的啦。所以毋通想讲吼啊，我付出时间关怀，这真正迄个反作用，就对是公平。想要配水偌互人，家己拢先风来吼，到随家己规面滚满面全大话。真正，咱修学道当然咱毋就是上免批判，但是因高定，我确实就是安尼。过去圣者因拢无顾着家己，无想着家己，但是伊安尼付出，哪有白费？无。老师讲安尼你安尼做。师公要扶你千万倍，因为咱安尼做，咱恭敬，咱安尼付出看无啥哦，看无啥，其实到尾啊，拢会得到哈。毋是咱努力要求的，但是呢，伊会扶我们千万倍吼。因为恭就是要去除咱这个表面心，恭即平敬，有影？真诶呢，我讲迄个感觉讲。咱呢要修呢，实在人去歹修啦，袂是过头，还是袂是有劲。小可若就较厚一个，某一种吼，明明讲老主者啦，比如讲医生较水啦，比如讲较有讲道理，比如讲较有道众啦，比如讲付出较济啦，咱总要注意呢。在无形中哦，不知不觉怎啊流露出咱这，其实迄毋是咱本有的哦，迄毋是咱本有的，咱自性当中这个慈悲上恭敬的心，其实本来就有啊，本就具足。但是因为呢，咱人生生成作用哦，这个骄傲心会走出来呢。无人看来讲骄强要败，较厚一个讲，连这也袂晓，会安尼袂？有可能哦。人要讲较水一个也着骄傲，较有钱一个着骄傲啊。无我讲人足歹修，有着骄傲，无着自卑，无有项仔来，所以咱哪项呢？规项日业，这是着咧叫规项日业，规道是顺，顺其又顺。学是哪来会有咱哪济无毋对，毋过规道若真正是修啊，真修的人按哪修哪无，哪修哪好拍呢？伊才会练到尾啊，迄个结晶呢，真正迄是清华517个呢。无为哪项哦，捌哪济哦，说哪看无起人，哪看前辈才无起，看无合哪大人有时哦。真正啊，真修的人，伊内心迄个恭敬是自然而然去不断咧尊重别人，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家己。所以我哋就大家捌咧讲，5万个高山不流功德水。迄水吼，咱着上知影，迄山若哪悬的无雨落的，水会直直去山骹，伊一定袂流到山顶的。所以我们的高山不流功德水，迄水拢会流去迄个啥下个所在，咱不来的所在。修学嘛是安尼呢，修学咱的心要安怎去调好，要安怎去调好，咱是最老来应该讲，得理不乱，谦卑者，爱我苦求，方便咱做一边疗愈一边埋按做咧细念吼，安尼细念吼，尤其真个少年上惊啦吼，互仔因为年纪慢慢会看着迄资料讲，毋是少年的爱调整，咱做老的吼爱修定呢，这是老师的道，我心吼背出来。老的爱修定，若无看到代志，啥物拢咧念，以为讲我行过桥咧，比行伊的路较济，我遮的盐比你遮的米较济。若安尼内面迄种有骄傲心呢，拢毋像真强的即种自我意识的，其实内面有执着。有执着就有往背，有往背就会艰苦，就会做孽，就会做罪。所以爱谦卑者，过去即个皇帝啊，伊讲
善果，因为拢用心，所以咱成正会接近圣灵。啊，若希望的心、假的心，伊就无实境，不了真实境。所以修行吼，到尾啊，毋是道理讲偌好，是咱心到咱自心当中有得落，面喙慈悲啊，嘴慈悲，啊身躯本也有慈的显露。这真正爱好啊，透过不简单的了解学习啦。来心，谨慎的心，心就是起心动念爱谨慎哦，因为咱的身躯，敢若派一个记录器，咱做啥物伊拢甲咱记录起来呢。这个敢若真配合，因为迄溪仔，较早的溪仔呢，即路桥啦。像即两日啊，伫台东，迄水安尼，敢若讲本来路仔怎啊变水啊？咱想，行路拢爱出细鱼呢，行路拢爱细鱼呢。来一个讲，是安怎爱谨慎，为咱修行，是安怎爱谨慎？有一个浅显，这是真正哦。伊来道场参与无介济，因为呢，伊公司伊是做一个主管。迄公司主管的时阵，公司做主管的时阵呢，内面迄顶级的因的会议，其实伊拢咧讨讲这个公司。遐做主管的，拢足济人啊，足济人拢会摕钱啊。伊当然嘛要来我人来有分啊。毋过就是因由伊来道场参拍听道理听着天律深远，伊听着，伊记诶，这四字啊，伊听规部伊个记个四字，所以人咧分钱诶时阵咱明知影这公司要掏空嘛，真正，伊就无爱客，若会笑人啊，公啊，亲像话伫咧工课上啊，有诶嘛拢会收物件，无收诶人会嘛颠倒甲笑讲伊讲呢，食菜爱假心的，话会互讲安尼呢，但是伊就是自心当中天律深远，伊就是记诶所以伊无客，经过半冬查落来，遐真拢去食龙仔饭，伊无客伊就是有去谨慎着，因为咱人所做的一切，嘛讲无敢若亲像这电脑，你家己有啥物，不管好的，不管歹的，你家己出来就是安尼。毋通轻看，因为咱心念一个偏差，我来讲，咱来看这个影片，有时一个偏差，咱上后果就是遮严重。另外呢，要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名黄姓女子，她早上开车上班的途中呢，疑似经过这4强隧道啊，就为了要闪避前方的车祸，方向盘这么一偏啊，就陆续撞到了4辆行经的机车，而其中有一名30岁的女骑士伤势非常严重，警消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而昨天晚间呢，其实有人就把这整个车祸的行车记录器就PO上网，这恐怖的瞬间让人看的是头皮发麻。民众行经自强隧道时，右前方一辆轿车因为看到前方有车祸发生，一时紧张，竟然直接撞上机车，还有骑士，直接让有人腾空飞起。警消到场，现场碎片掉满地，更是血迹斑斑。9号上午9点，年约50岁的黄姓女子开车上班途中，行经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疑似因为闪避前方小车祸，方向盘一偏，竟然陆续追撞了4辆行经的机车，造成4人受伤。他们这边出车祸，那我是不小心就闪躲不及，然后就砰的一声就这样子。一名30岁的黄姓女骑士机车遭推撞隧道墙壁，伤势严重，警消到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一名死者到院前已经死亡，那剩下3名是轻伤的部分。我咧看这个重点讲，咱想有形的爱偏差，所以咱有看到有形的灾难咱敢有看到？但
是无形的灾难的源头是倒位？是咱这个心哦。所以真正爱真谨慎的，哦，真谨慎。有时啊看无啥吼，有时啊看无啥。伫即个福建有一个叫做毛人，有一个吼，伊伫福建，伊读的学校哦，讲啊英文哦，迄特招，互我是毋知讲，中国大陆安怎吼，但是伊迄特招就是足不容易的英文，讲8级的，吼，伊迄英文包，吼，即个毛人，咱问听看讲一个骹步踏毋对，一个扭啊扭毋对来着一家扭车，一步棋行毋对着步步错。即个毛人既然读书读甲安尼遮无简单，结果呢，伊的男朋友啊，伊的男朋友是外国人，叫做欧米，叫做欧米，啊，伊拢会叫伊摕物件，叫伊摕物件，吼，叫伊，因为出国嘛，创啥叫伊摕物件。啊，伊头仔会感觉怪怪，但是男朋友拢会美金啊、600啦、800互伊。啊，伊头仔怪怪，但是伊是聪明的囡仔。伊男朋友原来叫伊咧运动，吼，但是伊有哪知影哦？伊家己迄叫做人欲高进，伊家己的良心有哪知影讲这运动是对的？读书读遐悬，哪知影讲，哪毋知影讲运动是毋对的？但是呢，伊感觉这毋好，这毋好。伊煞叫伊的朋友，佮叫2个来斗运嘛，因为伊感觉毋好嘛，啊，所以伊无爱运。但是这个男朋友欧米啊，因为伊佮叫伊运，但是嘛照常摕美金咧互伊开，吼，咧互伊开。伊自心当中。感觉要为即个男朋友就对啦，所以代志爆发的时阵，伊互叫伊公安的时阵，伊打起来，伊拢无甲即个人讲出来。啊，即个男朋友照即个时阵呢，紧呢飞机坐，伊转去因的国家。啊，伊自心当中想，伊即摆吼去互公安扣起来吼，我的男朋友一定家己想的啦吼，一定会想办法进来甲我救。我一工等过一工，安尼无怪着，说当无人咧吼，伊才知影讲毋对不妙啊！伊才甲即个乌米讲出来，甲即个男朋友的真相讲出来，互我要讲安尼，好不容易国家栽培，互即个查某囡仔会当遮悬的能力，但是一个骹踏地、骹步踏毋对尔，咱想，害人害己啊！讲啊害所有的人，咱想迄摆啊，咱嘛有拢有看着，台北的美丽华，迄个内面兄弟啊，伊也穿电视的兄哥，然后甲伊主持，新闻咱有看着嘛吼。毋过咱甲想是安怎伊会做出即个行为？伊做即个行为是个，伊会做出即个行为，但是伊的原因是啥？咱即摆讲，要看到有形的灾难，我们知道无形的灾难会源头伫倒位，就是这个心嘛，这个心白白，财产分白白，我都毋过咱嘛是修行的，咱来遮就是咧心灵啊啦，咧洗心呢，咧静心，甲富贵的心咧转呢，茫听看安尼呢，有参甲无参，绝对。差别真大，吼，差别真大，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伊会有觉性，觉性哪面对，领悟哪用的，伊甲即个关心呢，把大家好势，以即个女性做主，当家做主，袂随着外口转，无咱华咧讲的即个毛人，你是无遐悬，册要读遐悬，所以人咱讲智慧是犯罪，对不起。迄毋是智慧是毋是有智慧的，是因为头壳较巧，聪明一世啊，糊涂一世。真正有智慧的，伊家己的定位、数据为你行，伊家己清楚知影伊的角色是啥物，伊徛伫啥物位做啥物，明白因果。
就是咧报的讲台人，竟然讲伊就是看迄个，看迄种迄个漫画，漫画有按照台人的，伊都爱画泡字，都爱学呢。所以咱有人看这个环境因缘吼，伊默默在影响，不敌不觉咱看咧渐渐的，才是厉害呢。吼，渐才是厉害。啊，咱伫遮渐行到哪来哪求分。哦，咱看安尼哦，所以讲，咱了困时，咱拢为着道有帮办，咱的心起心动念，拢为着兄弟姊妹安尼。这个高教流你哪强，咱袂攀的，爱善乐其心啊。是安怎讲善乐其心？因为这个心哦，咱的心足方便的呢。有时啊天堂，有时啊地狱，有时啊魔，对不对？哎吼，有时啊咧慈悲到咧吼，亲像一个菩萨，啊拄着代志来，怎啊看的时候，嘿，就互惊安尼。所以这个心哦，尤其咱看一个吼，咱看种因为科技咧进步，咱来看，一个安尼。真诶呢，看讲食饭也无法度专心食，咱咧买手机啊，知影无？咱即个时代呢，咱的心哦，互外境咧空甲戆戆个咧，会安尼袂？真正爱照究着参班研究，啊，这收摄身心，我感觉讲真正真需要呢。啊无哦，咱伫高雄一个讲师放一个影片讲，阿平吼，阿平你就100人就是摕安尼，啊讲这人吼摕安尼咧摕手机啊，差不多这个时代阿平呢，太可怕了。甲像个人讲三句话拢唔听吼，是大还有亲近呢。啊，毋过吼，甲手机安尼暝甲你有时啊半暝互我记转讲哦，啊这是半暝三更发的呢。啊人去床是爱困的呢。爱休困的呢，睡觉，睡了才会觉醒呢。所以说阵讲劝人更新的、轻心的，吼、所以讲放下两字，人咧觉醒，无放下无法度呢，啊，互这绑架，是咱爱中医，咱爱日本呢。所以里面就叫讲劳酸益马练无生，劳酸这个益马，就是咱的心肝仔上咧爱。啊，咱若当家做主，
受限到，忙会难做，会难捞，啊，趁10块啊了，趁10块了5块，哇，安尼就毋对啊呢。所以，特地咱去做一种思考，做一种思考啊。谨慎啊，谨慎啥？这就是万年万年，这大家拢知影。我过去捌安尼讲，两蕊目睭怎啊拢互即个，怎啊互即个内底目睭怎啊互大，我无看。因为呢，足容易哦，即个所在有水的所在，上盖骨，顺境的时有时啊，反倒转袂熟人。最近有一个兄弟姊妹啊。因为大交嘛袂慢，伊讲这是即2日还是哪样？伊讲度日如年啊，讲自交袂慢出来，觉醒啊，觉醒啊，甲5啊，明仔载要度人，安尼嘛是袂好啦，但是上好啊，毋通等到最后已经要拜拜啊，才要来收上慢啊，毋通等到失去啊，才要来追回啊，毋通等啊。咱机会无啊，才要来辛苦发大愿，迄上咱就是上智慧、上福报，进地要修，地要行。各位浅显是不是这样？是。看咱前一无讲介大声诶，敢是安尼？是。互我感觉讲会当修学啊，有法度通咱做诶，会做就是福气，袂做就是福气。这有意思呢，甘愿呢服务别人，老师讲的，帮助别人就是上大幸福，若爱人帮助就是最大悲哀。希望咱拢会当为兄弟姊妹，拢会当度化兄弟姊妹，哪怕无嘛来咱互亲的场，安尼。因为呢，咱若无透过生活，咱看女儿偌知啊。即个看到你啊，无看到即个海啊，咱看到即个外口欣赏上头啊，咧讲即个矛盾，因为咱朋友互伊摕200块的美金、800的美金，或者2、3千块，你看都卖掉伊的青春啊，毁掉咱的家庭，毁掉家己的将来，真可怜。咱修学，道要是咧，互咱知影足积极的，互咱。做哪还原未来？哪个是哪容易做，哪容易哪明明知影这就袂行钱，这就无应该，知影袂使讲的，唔敢讲；知影袂使做的去做。伊会明明白白、自我要求会当严谨，因为伊清楚啊，伊明白啊。问咱家己，因为我的时间到啊，佛祖伫心中敢有济啊？咱安做啊？咱自心当中这安好诶，外口安啊，咱自心当中敢安啊？咱自心当家做主是做指挥官，还是做布袋安啊？负责人诶，叫咱担就担，叫咱使就使。咱若心中做啊，这个佛性体当家做主，安做好啊？若安尼，咱清清楚楚，咱所做的，谨慎咱所做的是袂合乎理、合乎道，会当主人坐定啊，这是咱互我要来以注意这个大家参考。那医生呢，紧甲断掉，毋通搁好生出来，若袂生呢，袂生会生呢，爱紧互伊成长，甚至医生是生。这个神经神念爱有成长，你互我时间到啊互我这个第4点能力啊，这个功德对修行道来讲，若功德无过，咱的命无法度转变；若功德这个德若无过，无法度担这个责任；功德若无过，单算法律；功德若无过，咱无法度回理定；功德若无过，到尾啊就是。这个轮回路啊，这大家互相勉励，因为无德，德不配位，必自用。啥人讲？因为家庭也好，道场也好，咱想一个人是安那，伊着自己好啊，伊莫无迄个福报通
缺钱可以赚，缺额准完蛋。哦，这点对咱来讲真重要。啊，要安怎做功德？哦，伫咱道场要做的真正真济，爱问咱家己，种啥物就收啥物，吼，这是一定的。种柳丁无可能生山啊，种银杏无可能生菜瓜，这拢一定的，咱做啥物就是成就啥物吼。顶天有地，得大无地，甲无门做引路。修学到尾要调整咱的诚心心，互咱真正大家合乎理合乎道。吼，啊若无呢，毋茫讲呢，地甲无门，啊家己呢做了做无错，到尾啊，吼，轮回受苦也是家己人。啊，这个受苦呢，这啥物人无法度咱大家话一点，依据这个参考，德行要培养，一定爱不间断的注入。德行的培养一定爱不间断的注入了忏悔水、真理的水、功德的水，敢若亲像树仔要培养，伊爱去甲照顾的，爱去甲培养的，啊，咱的自信体要完全的显露，咱爱忏悔，咱过去所做的，啊，真理的水就是法有的水，吼，不间断的去甲研究研究，啊，功德的水，因为佛菩萨因有的就是功德圆满，啊，无的呢就是罪业，啊，众生我倒摆，啊，咱今仔要来迎续，吼，要来成就这个成果，要咱培养，就是爱这三项：忏悔水、真理的水、功德的水。吼，毋茫记得咱过去所立的这个愿，吼，咱要安怎做？啊，这决定呢，其实别人拢无法度甲咱决定，只有咱家己，咱要决定要中选圣贤，或者是要淘汰，拢自我淘汰。咱的点文书，咱的领人，咱的助理，咱的前辈者拢是助缘。其实真正自心当中，拢咱家己做决定，吼，咱家己做决定啊，吼，无通呢，依据以前的，大家做一个局面啊，心思心切，咱若有把这项代志看到足重要，咱一定会真要紧，真要义，排除万难。咱若有感觉道场的道务事遐尼要紧，咱一定会用尽精神要来扶持，吼，要来行持，吼，坚守这个位。如果咱若有甲这项代志，因为生死别人拢无法度咱代替，唯有咱家己。到尾啊，回归咱家己，啊，咱以后要回归归属要倒位，拢咱家己真安怎做，吼。啊，以上就是咱学习这个咱前面咱准备的浅谈稳中成德，啊，当然时间互我讲了无拄好，这个德行其实功德是对咱来讲，修学到尾啊，就是要功德圆满，消除咱的业障。这项真重要，但是伊会当连串起来。这个温和的心无去，会生功德嘛。所以这嘛就是咱精神互相勉励，希望咱的修学这个路上会当一路前进，有始有终，大家真正像咱前面甲咱处理安尼，真正会变成一个君子，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伫言辞上讲话若有甲咱冒犯之处，请咱助理、领人，各位前面代表甲互我高良补助，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大众请起。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在仪式的讲解慈悲开始。啊，咱叶问15分钟到11点20的咱个一段课程开始吼。
高地啦。在你高地嘛，在你高地袂对。
边全到鞠躬，坤到鞠躬，讲师午安。各位前贤请坐下。助理，咱今日各位做叫一个的会议建立来定，大家晚安，大家午安，午安好，咱就是表示讲，我上个紧张啦，好。特别咱今日啦咱体育班啦最后的一节课，咱就会知影咧，到即摆咧，坐到即摆咱请嘛咱注意一点来咧，咱甲袂叫什么应该啦，咱到一岁我拢经验拢会叫什么只是讲咱无伫遮济啦，咱伫厝诶留诶较济嘛是拢会叫什么不过咧，咱今日即个讲师啦，咱今日讲师咱开启即个定义啦，使咱诶即个精神粮食更加即个强壮。所以讲互我一直感觉讲，一直咧想咱自咱迄个修道以来，咱即马会使讲，咱有听过足些道理，咱拢坐咧听道理，听足济，听几车，但是有时互我感觉讲迄个，互我即马徛一只毋知咧甲注意前面来着，咧讲啥物嘛好啦。所以互我感觉讲咱着轻松一下，咱来安排一个道歌啦，咱会知影讲咱伫即个环境咧修啦，免不了有真济即杂事烦事，会使讲处理袂了的代志啦，咱毋知要安怎如何去舒压，咱的即个疏解咱的压力，所以讲不管讲是老师也好，还是讲种仙女菩萨也好，因拢足注意伊会甲运用即个社会的即个流行歌曲，即种流行歌曲咧，做了咧足侪歌词，所以讲互我就感觉讲安尼咧，互我前几日就去阳明主长面当，copy 一块即个道歌啦，安尼。道歌讲起来，互我安尼甲真有意思咧，会使讲伊的即个歌词，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足谦卑互咱看了足容易了解，嘛足有感情的，人讲情义就对啦，迄种情感，所以讲这歌词看咧清，看咧足谦卑，过来足清澈，搁足简单，搁足明了。当然互我是对迄个网络遐掠来，所以讲甲看知讲对一个仙女，来作事的啦，无定这拢是不管是对一个仙女来作事的，那么伊的用意，无离开讲咱老师的一个心情，那么来我就从这个歌词来形容。先来读一下主角离开老母娘，流浪到南土，山山坡前水册人，水册人仙女的不见。妈，你是在哪？冤主靠河岸不见娘的影，可爱怎样是我？了，这是讲头第一段啦，咱来甲看
这事咱就安尼看来足浅一二，迄个足容易了解嘛。啊，即摆咱再来看第四项，哦，离故乡来到台北，已经6万，自丑引爆，无味交，培养英文教啊，多工在花体。咱今仔日爱尽力是修为明天，正面哦保护老师啊，无量迄个无良心啦。啊，过来咱过来看第三项，趁着培养时刻，立地稳坚定，兄弟姊妹手牵手，建立莲花乡啊，干戈化淡。咱今日来看，世间是苦海，回转咱的国家，快乐啊发展。咱来来看哦，这安尼，咱就应该哦，就足了解就对啦，足了解迄个伊这个词伊的含义哦，足浅白，啊，足互咱容易了解。那么咱首先哦，咱就来了解讲哦，讲小笔三好啦。你好做了，所以好请起来。小笔三好。哦，咱讲小笔三好啦。小笔的意思就是啥？就是讲咱足恭敬的，啊吼，足不忍心的就对啦。啊，甚至讲足唔甘的啦，啊来离开咱的老母娘。当然，咱要离开就是咱的对象就是老母娘。那么呢，咱讲咧，咱父母，咱即摆比较咱来看咱来咱的先天用刚刚提下的明明上帝，啊无量情义，啊至尊之美，啊三界十方，万有主宰，所以你啊看，迄就是咱先天老母娘的这个佛塔，伊是西天、西地、西万物的总主宰所以讲咱含老母娘，咱先天老母娘来分开，伫这个对个所在，就是伫迄个三好。所以这个三好，咱老师甲咱提示的讲是三界的灵感点，三界的灵界。什么叫做三界？就是呢，理界、气界、甲相界，就是讲咱依天。落来到上天啊，为先天落来到后天啊。老母娘，甲咱讲做讲，咱是元太父主，咱呢，元太父主啦，咱是呢，要落来伫你这个世间啊，所以咱拢听着讲三好，地母娘的故事啦，那么这也是你讲这个时刻。这个时刻已经有够了。那么什么时刻？就是这个天地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时刻已经够。就是呢，咱一般如果咱也去用算命对啦，一般咱讲迄个算命先呢，到底一定用迄个10天干，咱10年期，安尼，来算咱人的这个命格对啦，咱的。但是迄个穷人经典内底，那么呢，天地的分数，共款伊着10天干，12地支，来来算咱这个天地分数1大元会的这个分数。所以讲咱讲迄个10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12地支就是子。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
每一花有11800，12花我129,600，这就是迄个天地运输的一大原会啦。哦，那么呢，咱知影主花，咱讲哦，这个天清上为天啊，啊呢重作下流为地啊，所以天地啊，这个上天老母做了这个天地的形成以后啊，这就是讲哦，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哦，这个时刻已经到了，主花开始，天花遍地，那么阴花当然是咱人，哦，咱人当有遮感性啊，哦，所以讲哦，遮互阮呢，就用迄个做。
用即个献酒啊，以后啊，宣传拢大家拢嘴茫茫啊，甚至讲先医先礼啊，就拢问个传哦，落去洗脚就对啦。所以讲老母娘就趁即个时机啊，从咱的先医先礼，安尼来收回礼天啊。咱若无先医先礼啊，咱讲要飞天要正地，就无可能啊。讲要去游即个山景要游即个仙境，要自由自在。你若是礼天的时阵咱讲要食仙桃，巴肚枵，咱会当食仙桃啊。等咱若喙焦的时阵佫有即个庆酒啊，甲咧肉酒啦，迄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即个食品啊。食落咧，互咱会精神百倍啊。所以讲即个时阵咱咧落爱到饭店，因为咱无先医先礼，咱煞全袂当飞天天啊，因此而且咧失去了咧，通老母见面的即个机会啊。所以大家就今日伫咧考虑啦，毋知要安怎不知所措。所以老母娘办空中伊来讲当咱恁若巴肚枵的时阵，你就爱去食迄个松果子啦，就是讲有迄个水果味的物件来治疗啦。当你若咧喙焦的时阵，你就去啉迄个即个泉水就对啦。咱的即个肉体，咱就爱到饭店就是一丝不挂，所以咱爱用着迄个树叶，爱用着迄个树枝啊，来按咱的身躯去当御寒，所以讲要热要带落啊，咱讲过去山顶洞，所以咱就是爱带伫迄个泉房内底啊，所以当咱到五味交替，咱拄则讲即个五味交替，就是咧三批八劫，三者大开普渡，道劫并降的即个时期啊，咱当过来保住上回啊。啥物叫做咧三批八劫？就是咱头拄仔所讲青阳皮、红阳皮、白阳皮啊。青阳皮就是真正古将领，所以咧当时想法倒一定爱去青山古东西，所以当时伊渡回两个原来的主。那么伊的英文字就是1500，那么在红阳皮就是如来佛将天菩萨，那么呢，伊修持爱去寺庙修，那么伊的英文字是3000，当然庙寺修那么当时伊也是咧渡回两个原来的主场所以呢，这个白羊英文就是咱即马的主持咱白羊皮咱你的做出将天菩萨，咱这个法律法律菩萨将天。因此呢，咱知影，伊的英文字就是100,600，所以伫迄个书内底咱就知影，咱会当会享受着即个发财。所以讲咱会使去了解讲咱即摆这期就是白羊英文那么呢，会使讲是呢三德大开普渡而即个三德大开普渡就是呢上可度气天神仙中可以度人间俗气，下可以度地府鬼。所以会使讲是天地三才同道的因此咱爱了解，即阵是普渡，所以即阵的英文道劫并降就是呢会使讲是道降于归体那么呢互咱的市民大家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得到，会当来思考所以老母娘会最后伊当传迄个合同当然伊传合同互咱的目的就是讲驻海相洽怀中好，咱知影讲这就是恰至其心。咱希望一定爱回到迄个恰至其心咱斗法度含
含天学，含众仙分，含菩萨，含佛学，含咱先天老母，含咱师尊师表，含咱的老祖师来学，如果若安尼啊，咱大法度能够达到调息了是个境界，那么呢，有呢，经过这个时间啊，甲空间，的这个变化，所以呢，咱伫这个环境当中啊，咱煞呢，会记住讲啊，老母娘当初伊予人的出圣王啦，所以出圣王啊，就是呢，既然讲是出圣王，就是表示讲老母娘予人的，就是咱的自信分，就是咱的良心，啊，咱的本性，伊具了德性，啊，咱记住了，所以讲，咱煞袂记住。煞大一直咧追求咱的这个有形上的物件，所以有形上就是讲人讲真假为真啊，甲迄个有形上的物件来当作是真的，啊，甲迄个无形上咱的自信，迄个无形无相的物件来当作是，所以这个世间人生啊，拢真真假假，啊假假真真。就是拢分袂清楚啊，啥物是真诶，啊啥物是假？真诶，讲咱人啊话两过啊，话两过，人讲一言必容，有之得啦，话两过，一过是容，一过是易嘛，那么呢，咱知影咱有这个肉体，是啥物人互咱？负责保养交感是咱这个肉体，那么咱这个肉体呢？伊是有形象，有形象，伊是有生死的。有呢，咱这肉体如果呢，咱来去迄个做好事呢，当然啦咱未来啊咱会当呢这个回天啦。如果咱来去做歹事呢，当然啦，这就是会掉倒落去的。永远呢都无法度来较好回天。所以因此啊，咱就知影讲，咱这个肉体。到尾啊，伊是咧，会无去啊，毋过咧，咱有这个肉体，若无咧，先天老母予咱即点的灵性互咱，那么咧，咱人敢会管，所以讲即个就是即点的灵性，就是无形无相，那么伊是袂生袂死的，永远是存在的，伊是具有了咧。德性，甲智慧啊，因此啊，咱一般得个人，把这个形象，这个肉体，拢因为咱重视这个享受甲快乐，所以对我，咱讲咧酒色财气，啊名利运啊，造成了咱内在会贪嗔痴爱，这个是即种的就是讲半魔迷心啊。因此啊，咱呢，六道轮回，到了这个地狱啊来受苦，永远呢都无法度来回天。那么，咱如果啊，咱来咱呢，尽力是修啦，咱看到现在328点年啊，3则大概苦度，那么呢，道业变教，庶民得道的时阵，这个时分啊，咱会当呢。当着，咱会当去学道，会当去修道，会当去学道，会当去行道，会当去了道。咱呢了解道理以后，咱知影讲咱爱参考师父说，咱爱导人救人心专啊，那么呢来去讲了解，那么咱回天和咱先天老母当作一等，过着迄个天伦之乐，安尼，请安尼讲好，好啦安尼。咱呢，从即段内容甲家呢解说一下即摆呢，咱即摆就来听即个来唱歌。
各位姐姐，请坐下。时间要到，我无耽误，注意节点几分钟的时间。当然，咱今日来一班的，咱有一个讲书内底，我讲是一句话呢，也就是讲，在咱的生命当中，咱要练习啥物？我感觉这句话呢，离咱互咱会当去运用的时间，嘛是咱修行的功课。今仔日咱为什么要来坐伫遮？咱要练习嘛。所以较早呢，咱有跟人说时常咧讲，做人有快活也是艰苦。艰苦吼。啊，做阮，因为咱若要来讲，咱拄啊有三款。人、鬼、魂嘛，啊，做人有艰苦无？有艰苦。啊，做阮有快活无？咱就是要来学做阮。啊，做阮要安怎？爱修行，爱来入班，对不对？要做阮一定爱来修行，爱来入班啊，无你要哪做阮？啊，你若要做阮，搁嫌来入班艰苦，嫌来听道理艰苦，啊，只有啥物人要做？贵啊！哦，啊，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入班，就是要练习咱的佛，练习菩萨的心肠，佛的智慧嘛。哦，今日咱若像讲书咧讲的，咱一世人的当中，拢若练习咧埋怨、咧抱怨，若安尼随时哦，拄着一件代志来，你会感到啊，我哪会遮歹命啊？我看到拄着即款代志。啊，你若拢一世人的当中，拢练习着感恩的心、慈悲的心，你拄着代志来，你会抱着足感恩的心，啊了愿，啊着迄落，互咱有机会去学习。若安尼，你一世人的当中，你的心地着去足光明。哦，你的心会感觉讲袂自在、袂快乐。哦，你的心会时时抱着感恩的心啊。所以较早咱前辈者时常咧甲咱讲一句话啊：天心万物以养人，人有一仙以报天。哦，咱会感觉讲啊，上天生这万物，照你讲，应该互咱人去用的啊。但是咱敢有抱着一点感恩的心？哦，咱一个早仔起来，有自然的空气咧，互咱舒，咱敢会抱着感恩的心？一早仔起来，日头就出来，有太阳互温暖互咱敢有抱着感恩的心？哦，所以上天天心万物以养人，咱爱抱着感恩的心。啊，今仔日咱来修行学道，若安尼一世人的当中，咱要用几字来做咱的人生的当中最大的工分。我感觉讲用天恩师德。所以咱为什么拢讲啊？感谢天恩师德。今仔日若上天无降道互咱，咱敢有学人去？无可能。今仔日若是讲咱的老师师母因，这尔啊担着三责宝单重任，咱嘛有法度人伫这个法会当中会当认真来听这个真理。哦，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来抱着感恩的心，咱对啊若唔知影，咱就爱从今仔日开始练习佛菩萨的心肠，因为咱以后大家拢要等于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你一定爱学佛。人家讲前面这条椅啊，若坐久、坐条、坐稳，那安尼咱成稳心菩萨就有希望啊。所以你也看咱头前咱弥勒祖师啦、观世菩萨啦，咱的济公活佛，因三生坐伫遮拢无叮当，坐条要下啊。啊，咱今仔日这条椅啊，若有咱坐下条、坐下久，咱成稳嘛有希望啊。哦，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科学就无要耽误人自己的时间。最重要，咱是讲科学时常拢记着咱前辈才甲咱交代。伫即个发挥过程当中，当然讲书讲2点外钟，可能咱的气质无法度全部拢甲捡起来，但是若捡一句，咱一世人要用都用袂了啊！咱今仔日互我是感觉，咱今仔日来捡一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练习啥物？你若练习人讲伫即个世间的当中，你练习来做种菜，你以后就是种菜去卖。你若练习来种柚仔，你就有柚仔人去卖；你若练习来种切仔，你就有切仔人去卖。今仔日咱来即个运动，就是要练习佛菩萨的心肠。那安尼咱以后拢会等于西方叫做世间成佛成菩萨，这是咱一生当中爱去学习的，爱去练习的。若无的话呢，你要来练，只要以后有哪侪个讲一个条呢？若要来练，真正会当去练，拄仔讲练成如花，甲咱的脾气毛病拢练好无去。那安尼即条以后就坐久。如果若愈练心光火热，咱就爱检讨啊，咱就爱反自照讲，为什么我今仔日即条以后较坐袂爽快？可能就是咱有一寡代志，甲咱挂碍着咱的心，所以使咱的心无法度温和平静，这就是咱要练的功夫，嘛是咱来入班最重要的功课。最后就无耽误咱注意的时间。最后呢，祝各位这一代身体健康，法力充满。一起一帮中华民国105年10月份，爱祥体会班完成。一起闭班向夫妻拉姆行3鞠躬礼，前道1鞠躬，大鞠躬，3鞠躬，感谢助理鞠躬，感谢讲师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助理鞠躬，感谢讲师鞠躬。
好。